再来关心，赶快嘛是上新的消息。2020年总统大选，亲民党有政党提名权，今有消息传讲可能会由党主席宋楚瑜亲身来参选。算算的已经是第4届参选总统。发言人张石文下早接受访问时，嘛讲到宋楚瑜参选的几率算算的有8成。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搭档的人选，这个要非常非常的慎重。所以说，主席。第一还没有决定，第二，这个所谓的副手人选有很多人推荐，对，包括谢金河先生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财经界人士，所以说在上一次主席去谢谢他的采访的同时，也有提起说，开玩笑的说，因为谢金河先生问主席说，你什么时候要宣布？那主席就问说，等你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愿意当副手的话，那就不用再等下去了哈。那其实那只是一个开玩笑，不过到最后主席也很慎重的说，你是一个非常熟悉台湾、东南亚国家跟美国情势的一位财经人士。如果谢金河先生是愿意的，请他好好慎重思考，对。所以当天宋王2个人是聊到什么状况？因为有传说在宋主席在月初的时候就会跟王院长确定说，到底门票是要自用还是给王院长？因为我不在场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转述当天的过程。对，就来啊，够不？还有。好，那我再问一题，就是想问，有传出说宋主席真的有想要参选的原因，有一部分是因为韩国瑜，就是有部分讨厌韩国瑜的蓝营人士的不满，所以宋主席有被劝进。这个问题很好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些对自己政党所提名的人没有信心的那些人，一直在制造所谓。宋楚瑜如果出来是，这个为哪一个人出来？我觉得这样子，没有智慧的想法，他已经是落后20年就是20年前他讲这些话，有人还相信，现在讲这些话，只会让人家觉得说，你们对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是没有信心的。还有一说就是说，宋主席希望可以保持在亲民党在立院的形式，所以他这次才要出来。那主席如果最后决定参选，他绝对不是只是为了当母鸡，然后来带我们的小鸡这些问题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势就是，蓝绿恶斗20年，那其实不表态的选民到目前为止还将近有40%左右的选民是未表态，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说可以有第3个选择。所以预计什么时候会宣布？这还没有，第一定要先决定，然后再宣布嘛。那目前看起来呢，要问主席。所以你觉得参选的几率从1到10现在有多少？我觉得宋主席参选的几率，我觉得8成。我觉得8成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当然很支持主席出来，对。主席应该不会做出像郭台铭那样让选民让这傻眼的决定吧？这个选总统，它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国家大事那所以说，我觉得主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外公布是否参选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公布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慎重，要对所有的乡亲有交代，国人有交代。所以说，主席，请大家给他一些时间。那就您了解，现在大概有多少人想再争取当这个主席的副手？副手的人选，因为主席决定之后才有副手的人选，所以主席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，我现在也不方便。那王院长要争取吗？王院长一直都是以他想要选总统为原则。